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暑假就要来临，面对女社的市场，常常有合法的业者违法扩大营业，因此观光旅游局特别制作合法台南市民宿合法房间的标章。一方面，除了提升台南市优质民宿的品牌形象，另外嘛希望借此宣导民众人民标章，建立民众第一时间的自我防护机制。这个就是民宿的标章，好啊，这是合法房间，好每个房间，因为譬如说我们一个民宿它有5个，它申请5个房间，好，那最高可以到8个嘛，哈，那如果是观光区的话，可以到15个啊，但是我们现在以8个来讲，如果是8个，最多可以到8个，好，那我们就会发给8个房间的这个标章。万一他发现第9个没有标章，啊，那就是非法的啊。但是其实请大家认明合法民宿还有合法民宿房间的标章，这样子就可以给这个我们消费者最大的保障。为了彰显市府对维护旅客消费权益甲住宿的安全决心，观光旅游局航务特别选伫中西区航龙内一间台南的民宿举办合法房间的标章揭牌。该民宿业者虽然只有4间房间，不过因从伫中西区的航龙之间，加上四周围各有5星级的饭店，内面的公共空间灯饰拢保有原来的历史风貌，希望提供来台南旅游的民众另外一种无同的住宿体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配合中央少子化的对策计划，市府积极推动符合标准的私立幼儿园加入准公共幼儿园。现在已经有51间的业者签约，将会使提供4600个名额。教育局表示，收费将会对8月1号开始由政府协助家长支付部分的费用。到时阵，家长若是选择准公共幼儿园，每个月的负担袂超过4500块。第3名以上的子女，每个月上悬负担只要3500块。就是家长，只要你就读的这个准公共化幼儿园，那你只要月缴呢不超过4500，也就是说你会低于4500。那如果你是有3个小孩子，第3个开始，最高只缴3500哦，所以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有人会讲说，那公幼是免学费，公幼其实还有杂费的一个缴费，所以相较之下，准公共化也是在不能进到公幼的这些父母，他可以送去的另类的一个选择。哦，所以目前来讲，51个幼儿已经加入，未来还会陆陆续续有加入，那可以提供大概增加4600个幼儿的一个入园的一个机会。同时，还佫有非营利幼儿园，家长的负担袂超过3500块，现在嘛在持续增加当中，预计伫109年增加5间到6间，提供家长选择。另外还有叫做非营利幼儿园，那非营利幼儿园呢，它月缴呢是不超过3500。哦，月缴不超过3500。那目前我们也逐渐在增设，所以109又会有5到6个非营利幼儿园一起加入来，提供给家长另类一个选择。希望能够布点呢，就是公幼之外，另外我们有非营利的，那么家长那么月缴不超过3500，另外还可以选择准公共化幼儿园，月缴不超过4500的这样的一。如果家长选择家己照顾，请报名读私立幼儿园。4岁以下也是会使申请每个月2500块的津贴。市府为了鼓励私立幼儿园的业者加入，每1年也会使申请20万到40万的设备经费。同时，咱市也有补助5万块的图书经费。希望业者会使来共同加入，为台南打造更加友善的托育环境。但新闻郭博宇采访报道。当台湾的欢喜过5日节假期时，香港才爆发一场历史上上大的反送中游行，引发全球关心。伫处城大学生会嘛临时发起大规模的声援行动，虽然拄伫考试期间，不过有缘去数百名学生组织，互伫台湾的香港学生相当感动。
同时，该事件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公布的民调，有高达71%的台湾人支持反送中运动，而且期待未来两岸统一人数大大减少9.1%，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则提升2.2%。面对这款的情势，嘛，互执政党将选举提升到国安问题，发挥一国两制骗局。至参与国民党立委选举的蔡辉，则坦承选举危险，大大评估蔡英文的赢，未来因一定会小心应验。香港反送中的游行，基本上呢，对台湾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的冲击，某个程度会激发台湾人民对国安问题的一个重视的程度。一旦他对国家意识、主体意识更强烈的话，我想对执政党相对会比较有利。国民党如果去突破，如果是税务白重工，他跟香港是不一样，他不会再欺负在中共的武力压迫之下，能够让台湾维持是有民主发展的机制。我感觉这做对，国民党做一样。对此，担任市长黄伟哲则强调，该事件效应不是一党，那是特定政治人物的问题，嘛不是特定政党起着枪炮，而是唤起民众对着一国两制长期的无信任感。透过反送中的活动，只是激起了台湾民众心中的一个疑虑而已，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认为说这个特定的政党捡到枪不枪的问题。事实上，不管是韩国瑜市长或者是郭台铭总裁，事实上也对于一国两制以及香港反送中的活动纷纷做了态度的表示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一党或者一个特定政治人物的问题。每一摆社会运动都会启发每一个年代一群人，相信2019年反送中都要对着中国政权的惊吓甲无信任感快速增加，麦当启明2000年以后出世的少年人，坚决为家己的家园、为主权来努力。台视新闻君及何乔邦专题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知名的连锁火锅业者历经积极抢占台南的市场，为了回馈民众，同时帮助弱势，特别邀请台湾厝爱协会的弱势家庭到店来享用中昼顿，同时也邀请市长王伟哲共同参与。市长也以为小朋友艺术，甲因开讲，展现亲切的一面。百货业者表示，希望透过每一届餐厅规模的抛砖引玉，呼吁社会大众会使投入公益的活动，让社会更加温暖。我们在2年内开了34家，全台34家直营店，也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支持跟爱护。我们也是本着这个心，所以呢，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公益活动呢，来启动我们对于这整个社会的回馈。那远东百货因为在地，我们的目标跟企业体比较大，所以我们希望结合我们所有的媒体。还要包括所有的我们的厂商啊，所有好朋友的资源，然后一起来为这个台南地区尽一份心力。除了现场招待弱势家庭食中昼顿以外，业者也捐赠50份的餐券给市府社会局，并由市长王伟哲亲自接收，同时也送上感谢状，感谢业者的爱心。很开心，肉多多火锅能够展现爱心。我们不必用爱发电，但是我们绝对用爱可以带给很多我们台南市的小朋友，还有他们的家庭很多温暖。好，那今天可以说是我们将来也很谢谢肉多多能够提供50张餐券给市政府。那我相信我个人以后也会因为常常来这个肉多多消费哈。对，那希望吃肉多多不要变肉多多。
开幕期间，业者推出侪侪优惠，除了拍卡着送肉以外，也有20位以上的团体优惠，要互台南的民众品尝到优质佮丰富的肉品佮火锅。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大附中的学生虽然天生有听觉障碍，但是伫学习的历程上较无输人，伫各方面拢有突出的表现。为了发展学生多元智能，同时嘛有感近来空气品质恶化，伫考量学生的健康安全后，有了设置韵律教室的想法。经过校方人员的努力，并结合好用都慈善社福基金会帮忙，和学校有这间设备完善的韵律教室通好使用。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个机会，关怀社会，用之社会。我们一定继续来支持社会需要的地方，我们绝对可以讲是接地气，帮忙弱势，帮忙我们社会需要的机构、学校，还有一些社会救助的人，我们都愿意感谢社会大众能够继续关怀这些小朋友。有了基金会帮忙，才互韵律教室会当顺利落成启用。对此，南大附中的校长陈秀雅也表示，非常感谢侯董事长的深情已故。在这么一个明亮、美观，而且非常愉快的空间，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学习成长。感谢侯永都基金会侯董事长对社会责任的一个承担。韵律教室建立完成了后，将作为客创学生练习舞蹈，也就是室内体育课空间。学校嘛会持续努力，为听障儿童打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为因的未来开创无限的可能。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参照2.0的政策改革以后，将实地证嘛纳入去服务对象。对中央的防治、照护、加研究，到地方医疗医所单位的落实整合，主要5万资源会用的有效来利用。对此，新台病院失智症中心特别甲社团法人大台南热兰州失智症协会共同举办台南国际失智照护的博览会，主题为失智症的真相，邀请国内外学者专家就失智症的起点、认知障碍者的人权。甲生物标记的实地筛检等，甲现场的民众交流分享。各位要知道，我们现在政府推了很多的据点日照中心，各式各样的延缓失能、延缓失智退化的一个各式各样的 program。那到底这些事情有没有科学的证据？会不会我们把钱花在错误的地方？所以我这次请了据说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职能治疗师他跟我们介绍为什么我们所谓的非药物介入，在失智症的退化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有效的结果。我们想要请这个吴壮国教授，他用国外的观点来跟我们分享，到底你做生物标记可能有哪些好，有些坏，哪些人可以接受，哪些人不宜接受。那么所谓的大量的社区的失智症筛检，为什么先进国家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台湾要follow还是不要？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从这一场演讲，那么可以得到很重要的讯息。这届活动除了分享失智照护的新知识，另外嘛邀请长期照护的民间业者共同参与。参展的单位包括有护具资源、长照保险、甲诊断科技等6大面向。时间是6月29号，伫成大医学院的诚信厅来举办，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随着材料科学进步，日常生活中的木制品已经愈来愈少见。不过，台湾有一群用几十张的生命历程，持续创作木头艺术的艺术家，为了让更多民众认识到因的作品，百货业者伫全台据点举办做下游木器123木头人的巡回展。南台湾首站就选伫咧台南做展出。本次展览呢，正式邀请30位来自台湾各个领域的木头人来共同展出。那像是有纸作坊的古琴修复师林立正老师，还有日式窗花艺术家陈辉煌跟陈正中父子。那像我们这次台南新天地也独家邀请到，就是台南在地深耕多年的台南家具
产业博物馆及美雅家具观光工厂联手打造一个木器的体验区。那周末其实还有举办很多场的手作跟表演活动。除了有静态展示以外，伫假日的时阵，嘛有各项体验活动以及表演通好看，相当适合全家大小做伙来。这场巡回展为6月27号一直展到7月12号。主办单位嘛欢迎大家做伙来现场感受木头艺术的独特吸引力。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